今日咧呢一篇咧叫做一個難忘的夢。今日呢篇文章嘅寫作重點咧係日有所知夜有所夢。咩叫做呼告呢？其實呼告簡單啲嚟講，即係對住一個唔存在嘅人喺度講嘢。譬如抒情文成日用噶，我親愛嘅圖書館啊，我親愛嘅圖書館啊，多謝你俾我咁多知識。第二段先寫個起因先，係最近有咩事好困擾到你。第三段進入夢境啦，入睡之前你喺度諗緊啲乜嘢？去到第四段高潮，夢境內容就係發生咗一件你意想不到嘅難忘嘅嗰件事。所有動作、神態、心理描寫，黃老師啱啱教你嘅人物描寫手法、修辭手法，都係喺呢一段擺落去。醒翻之後，我就決定啦，唔好再胡思亂想啦，不如呢，真係同我認認真真溫習，考好個試，攞到個好成績，同媽咪攞禮物啦！期待你哋嘅好作品啊！記得唔好寫到太天馬行空啊吓！今日講到呢度先，再見，拜拜。